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开始，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上午，国道3号南下路段一台箱仔车疑似撞烂并车，造成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823过挂王江台后续是毋是合作受到关注？传出上紧3个人会9月会谈，但是犹原充满变数。香港反送中示威者发起全开青行动，警察伫5点半发射催泪弹灯开清场活动。新闻开始来关心，今仔日天气稍热，国道阁传出崩烂事件。上午9点外，伫国道3号南下路段，一台载着8个人的箱仔车，疑似因为崩烂并车，这件意外嘛造成1个人死亡。李太皮扫落伫坡骹，铺设箱仔车道安尼倒伫国道3号路南路段90.3公里处，再起发生车辆并车意外，警方调查，这台8人坐箱仔车拢总被命被告，苗栗后人参拜民众，疑似因为倒后链爆链，地速并车。左后轮爆胎，而翻覆在中内侧车道，总共有8个人轻挫伤，1人送医不治，目前正在调查中。其中一名75岁女性当场无法度站起来，身上几个所在受伤，意识无清，送医抢救了后死亡。车内其他7个人是轻伤。规件意外由警方调查中，高公局呼吁当年7到9月因为气温悬，确定发生暴力意外。统计迄段期间，每个月发生暴力事件比平均值加出2成。而且它因为天气比较热哈，那可能我们大陆路面也是一样的，温度比较高了，那比较容易导致说轮胎的这个压力比较大，所以常常有这种爆胎的状况发生。轮胎一般来讲都会有一个出厂的年份啊，那如果自己的轮胎如果胎龄太久的，或者说有发现一些裂纹的时候，那可能都要注意一下。高公局表示，普通会建议出厂10年的轮胎唔通够用，也唔过爱看车辆使用的情况来定。只要胎压没胎压以上，就建议换轮胎。万一赛车拄到暴链，袂当着其大档啊，以放油门减速，掠到hand道路，启动危险警告灯，让车辆渐渐啊出到路径。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北陆风台远离台湾，气象局上午已经解除海上风台警报。因为金门地区日时也是有风雨，金门机场取消25个航班，下晡3点过后才陆续恢复正常。另外，伫采购方面，因为中南部前一阵仔落大雨，加上风台影响山区的交通，高雄果菜市场的高丽菜价少，加上比起来起一成。凊彩提车高丽菜称重价少将近100块。北陆风台拜六经过台湾本岛，山区交通受到阻碍，山顶的高丽菜无到运来，造成拜六甲礼拜伫高雄果菜市场的进货量对242吨降到197吨，价少是比前一天起了将近1成。阳光足济哦。嘛是爱做啊，嘛是爱吸收啊，甲俗的。吸收来贵的安尼。像硬菜是上俗的，超离1公斤超离70块左右。啊，咱的其他的水菜类喏，油菜也是即个讲芥蓝菜呢，吼，这超无离1斤超离90块左右。啊，早平均的价钱1公斤吼，无落雨进前是超无20块左右。高丽菜是菜王，介绍起步大档其他叶菜类的介绍，加上前阵仔大雨损伤，果菜公司讲，像是油菜、芥蓝菜已经起到1公斤90块，了后等天气较好，山区交通恢复，高丽菜卖价1块万较落。也过其他蔬菜类因为进前水伤，量变较少，若是介绍要较落，恐惊爱一段时间。而农委会初步统计，北陆风台造成的农业损失金额是1000多万，其中台东县受到损害上严重，农业损失占9成以上，花莲县损失24万块，占2%。农民看到辛苦所种的番麦和风拢洗倒去，感觉是真无奈。这都拢无啊，这都大生人去年才种。是加水落果还蛮严重，刚好这个时间是开始有些结果了。那其实路
续在采收。内陆风台季节唔啦造成农业损失，教育部也统计，这摆有屏东的嘉东高农才11间学校受到灾害，其中有5校财损超过超过230万。而气象局提醒，各地落雨情况虽然有较低，也毋过外围环流也是可能带来较强的雨势，包括南部、花莲、台东、加平湖、金门这地区，依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到香港反送中运动继续进行，今日下晡举办全开清活动，因为港铁对点半开始暂时将3个站关起来，引发市民不满。加上7日以港铁开车门和乌道分子拍市民，已经有人伫网络被发起无合作运动。今日的游行嘛，伫将近5点的时阵，有示威者在路上甲警察对抗，警方伫5点半发射催泪弹，展开清场。伫转弯站外口化工要坐地铁，10月维护军的民众爱地铁员工来讲清楚。你做乜嘢？你唔可以入去啊！因应游行，香港地铁以保障旅客甲员工安全为理由，再去宣布点半开始暂时甲回放站、转弯站甲转弯西站车站关起来，连续2天甲车站关起来。加上有民众认为7日以港铁大开车门，互乌帮来拍市民，8日是开全车送警察到现场，伫网络发起全民跳闸门、倒票的无合作运动。无地铁通坐，就坐巴士到开勇运动场集合。风雨中上穿围穿乌衫的市民，无到3点提早出发，也着雨伞的人是一个刷一个。5大訴求缺一不可。你自己6月9號以嚟咧行咗幾多次啊？冇數過。遊行民眾傷多，下晡4點外，新省遊行代表講，警方交通安排無好，宣布隊伍向後壁民眾愛慢慢來散開。抑過同一時間，有示威者佇個街路設置路障，而防暴警察甲水炮車是佇個10公尺外。警方伫5點半進行頭一擺驅離，發射的催淚彈造成現場四個攏是冒煙，示威者是獻物件無退後的風扇。警方閣再用水炮車來破壞路障，推進風扇。到暗時6點半，雙方也是相關伫對抗。香港反送中經過1禮拜和平理性非暴力示威了後，伫警民對抗繼續，矛盾無法解決，港府也無法回應5大訴求情況下，1禮拜6無平靜，暴力衝突閣再出現。記者綜合報道。國歌王伫823港台，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嘛是一再重申參選到底決心，和3個人的合作充滿挑戰。王金平今日表示，一切底因緣行。郭台銘定也是講，請大家互因加一寡時間思考。台北市長郭文秀是講，愛各退一步，才會當成大局。嘛和9月3個人的會談傳聞充滿無確定性。天祥上香，台北市長郭文地中晝出席中原普渡活動，受到熱烈歡迎。因為823國歌王共台了後，三方如何講合作，真受到關注。面對媒體追問，前立法院長王金平一再表示參選到底決心，敢是會影響3人正式結盟。郭文地講，這愛看市場敢會當接受，三方要合作，要是愛各退一步，才會當成功。所謂理念的結合，就是說，每個人都要願意各退一步，這樣才有辦法去成就一個大局。因為王院長一直來說什麼順其因緣，那我說那我們就順其自然就好了。面對3人可能伫9月見面的風聲，大家攏無將會公示。郭定也講，郭台銘也在咧思考參選的代志，王金平也是強調一切看因緣。有約再說嘛，哈，有約定再說，順着因緣走嘛，未來看怎麼發展再說。畢竟要不要選這件事情是他人生相當重大的決定，請大家給他多一點時間去思考一下，這也比較符合他個人的個性。對韓國瑜的民調出現落敗現象，也傳出藍營換爐，以防郭台銘出走的講法。郭定也只回應，迄是國民黨的家務事。面對國歌王3個人的後一步牽動拿力選情，韓國瑜定也早起也發布新一波的人事，由立委顏寬恆以及國民黨台南市黨部主委謝龍介擔任競選辦公室副執行長，努力拍贏選戰。記者綜合報道。
来看一份上新民调显示，总统蔡英文以超过5成的支持度赢韩国瑜17个百分点。总统蔡英文今仔日出席活动，面对媒体，伊表示民调拢会参考，嘛讲因为整体施政的成绩提升，人民会当明显感受到内家的施政成效。家政府颁予连任的童军总会理事长林佑昌，总统蔡英文出席童军总会活动，心情袂歹。尤其是各代表郭文铁、王金平共台合体，牵动国民党加民进党选情了后，一份上新的民调显示，蔡总统已经有超过5成的支持度，大赢韩国瑜17个百分点。对此，总统蔡英文今日出席活动，面对媒体追问，佮再讲民调伊拢会参考。今年以来我们因为在前几年所打下来的基础，那我们的政绩都一一的展现出来哈。那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内阁非常的积极所以整体的施政是一直在往上走。对着大法官对年金改革做出部分合宪法的解释，和国民党批评是大法官确服在蔡总统的意志之下来打压军公告。对此，蔡总统强调，现任的大法官大部分是马总统时期提名的大法官，无家己任马的大法官的问题。我们现任的大法官里面的多数都是上一政府，也就是马前总统的时代所提名的大法官。我们没有所谓的御用大法官的问题。蔡总统强调，年金改革是真急迫的代志，完成改革了后，国家财政会稳定，军公告唔免烦恼年金破产，会稳定来退休生活。伊对军公告表达敬意，也感觉真歹势，因为这是必须要进行的改革工程。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中大理运动公园的地下停车场，有民众翕到日前的大雨，造成停车场漏水严重，加上路面破损、品质落错。但是伫后个月租金却对每个月1,1块起到1,8块，民众是认为应该对硬体设备先来改善。外口落大雨，停车场也出现漏水，直接冲洗地面，也让伫车主的爱车顶。讲到后个月，也阁要起价，互贵州的王小姐真歹接受。就认为走到那里，你要倒车入库嘛，对不对？然后你车窗根本没有办法摇下来，因为你那个走到那边全部都在滴。虽然天气已经出热，不过停车场内也是滴滴答答，土骹澹了几大片。规个停车位也阁澹糊糊，天棚也是有明显水渍，甚至出现类似钟乳石的物件。这是台中大理运动公园的地下停车场，9月就要换委外经营厂商，不过厂商讲得标了后，才发现状况遐尔侪。把原本的水道堵塞了，整个都从我们这边的气窗下来，所以下雨的时候，这边会成瀑布，变成大瀑布，整个水都从这边灌下来。市府表示，这个停车场地下2站拢总960个车位，原本规划月租甲临停各半，后个月将换新的委外厂商，因为2年拢无调整月租计数，因应市场机制，计数为每个月1,100起到1,800。价格偏低，那附近的民间业的停车场也都比较高，那造成整个大家一窝蜂的到大理运动公园停车场停放。那我们目的主要调高越高的价格，加让它合理化。民众即期停车场的品质有问题，也阁要起价，实在讲袂过。也毋过交通局回应，因为顶头的运动场排水袂赴大水，才会为气汤往下卡流，将协调工程单位改善调整计数，是为了增加周转率。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高山国小围树边过去有几排日树，搭配对面的武德殿，和当地充满文化气息，嘛吸引真侪观光客。但是因为市府要起地下停车场，将几排树仔修整甲只剩树心，嘛引发护树团体不满。不过市府回应，修整是因为要刷树，工程结束了后会将树仔种倒转来。青仔树树基粗了了，敢若剩树棵，一个看去拢无什么叶仔。过去高雄蛤蟆省这条登山街，一边高山国小有种真侪树仔，另外一边是武德殿，也互当地真侪真有名的文史观光景点。不过最近民众发现，规排树仔树基拢粗了了。只要有停车位，人家就会来。这是哪门子的观光发展？观光发展就是要先把所有的景观、这些文史都保护好。结果你这些景观、这些绿意、这些树都没有啦，
你要发展什么观光？希望可以有配套措施啊，因为要复育一棵树不是那么简单，对，所以但是你要看你要怎样一下子的时间。澳洲团体深入了解发现，是市府认为当地车位不足，有计在各省各小兴建地下停车场，增设184个停车位。也毋过为着车位甲树仔，树基拢撤掉，互因无法接受。市府讲会将这树仔锁往别位去种，也毋过过程会让这树仔破病死去。建议市府缩小规划停车场基地，减少车客来保留原有的树木。因为这个榕树其实它占的面积也很宽广那像以现况来看的话，它榕树的串根情形也非常的严重因此那个榕树在施工中一定会抵触掉。那将来我们完成之后再把它回植进去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将来地下室建筑的结构体。市府回应，前下树根真多，保留在原地影响工程，也对着后续停车场维护不利，也是决定将树基撤掉，所往别位去种，并且伫外围搁再种，较无遐济树根的上仔树。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电子烟，伫最近几年受到真侪少年族群的欢迎。电子烟声称危险性比传统的烟低，但是欠缺科学证明。美国的卫生官员表示，最近伫美国22个州已经出现193件疑似电子烟引发严重的呼吸道病例，甚至有一个死亡的病例。We know this individual had a significant severe respiratory illness. And died while hospitalized. Yes, it's the first death reported. 美国疾病管制局 CDC、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甲伊利诺州政府官员召开记者会，指出即阵全美22个州总共193个人伫使用电子烟设备，数值的无害尼古丁，也是大麻了后得到严重的呼吸道疾病，症状包括喘气困难，有当时胸坎真疼，也有人会吐、落屎甲疲劳这症状。过去一礼拜，这类案例大增1倍。伊利诺州甚至出现头一个死亡病例，虽然也无到确认病因，不过官员认为事态严重，技术甲电子烟的潜在危险广告互大家知影。So we urge people to use caution and consider avoiding the use of such material. 电子烟长期互厂商广告，正做会使帮助戒烟，也是危险性较低烟的替代品。最近真受少年族群的喜爱，市面上已经有几百种电子烟无化装置。不过，伊对健康长期影响依然无科学证明。部分电子烟含有尼古丁，有人改用大麻，也有互电子烟变化口味的化学物质，也有电子烟水的雾化剂，拢可能暗藏有害成分。卫生单位早在6月底就陆续记到疑似电子烟造成呼吸道疾病的案例。加州大城旧金山今年也首先立法禁止卖电子烟的产品，避免危害到少年的族群。记者综合报道。毋若食薰会影响健康，上过大口嘛互身体有负担。国健署调查发现，大人体重过重以及大口的盛行率高达4.5%，是历年调查的新高纪录。病态性大口就医的人数每年增加，尤其19岁以下患者5年内增加83%。咱国民众较爱去外口食物件，做事无正常。国健署上新的调查，成人过重也是大口盛行率达到4.5%，创历年调查的新高。根据健保的资料显示，病态性大口就医的患者，尤其是19岁以下青年也是囡仔，5年内成长幅度达到83%。饮食习惯越来越西化、西方化，对啊。例如说都在吃什么？素食啊、炸鸡啊，对啊。然后喝酒，以你为例，你有规律在运动？目前没有。为什么？没时间啊。我就跟我们家小孩讲，我说你不要再胖了。现在的小孩，我觉得他们遇到压力，然后就会一直吃，然后就越来越胖，越来越胖。健保给付的病态性肥胖，19岁以下5年成长率也达到83%，从2014年的730人到2018年的1341人。健保署指出，病态性大口的定义是身体质量指数 BMI 大过等于40。也是 BMI 大过等于35，合并3句，困眠、呼吸中止症等等。有医师指出，无食早顿、无摄取脂肪、长期无食淀粉、酵素减肥等等，拢是错误的观念的减肥方法。伊颠倒建议，食饭前后爱啉足300cc 的白滚水，饭后踏步8分钟。
会当控制食欲，帮助消化。就是利用8分钟的大踏步呢，把这个血流循环转移到你的肌肉那边去，手臂、腿部的肌肉，让消化道的血流减少。那这样的话，适度的降低消化率跟吸收率，就可以达到帮助减肥的效果。医师认为，大口大来健身甲原因已经是常常咧讲的，规律的运动甲调整饮食，才是减重的上好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为着传承台语以及台湾文化，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伫美国时间8月25到27举行。今年主题是希望让台语文化会当更加国际化。议程的内容讨论各项台语文化议题，而且邀请少年朋友参与，希望让台语继续传承。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要伫洛杉矶的南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举行。这也是这项活动第5摆伫国外举办。主办单位伫美国时间8月24号下晡举行行程会议，包括营主任郑良光、总干事何信涵以外，也佫有前中华馆长周清玉等等的人。针对会议议程做最后确认，主办单位表示，这摆活动主要的目的，希望让台语文化的推广更加国际化。要甲台语国际化这个概念佮扣回来就对啊。头先第一步就是对加强台湾的人甲这对海外的人连接开始。咱这个顶边世界台语文化营，伫南加州举办的时阵已经是伫1996年，迄阵也伫奥曼办吼，佮过来就是怎走去台湾，佮过来夏威夷，剩的拢大部分是伫这个台湾办，这边伫越南办。我想讲，既然是世界台语文化营，咱这边搁倒来到美国办一下。这摆会议要为美国时间8月25号到27号，为期3天拢总8场的研讨会，内容包括着台语文运动的回顾、台语文学的创作以及台语节目制作等等的各项议题。为着强调台语文化的世代传承，也特别邀请到袂少的少年朋友来加入。所以这届咱特别邀请一寡少年人来投入安尼，甚至连结拜时揭牌结拜时嘛专工安排一个囡仔甲周馆长做伙结拜，代表中这个世代的传承，这嘛是这届营队的一个特色。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摆营队活动，会使结合国内外所有对台湾文化有心的人，无论是伫台湾也是国外，大家做伙来拍拼。记者吴家明、高宗仁，美国报道。受到风台影响，原本8月24要伫新竹南寮渔港举办的国际风吹节，延后一日举行。来自8无共国家的团队，超过200位国内外风吹达人，带来各种造型的风吹以及特技风吹顶表演，和整个天顶五彩缤纷，非常壮观。有高虎、目杂啦、像鸟头鸟等等动物啦造型风吹，将整个新竹南寮渔港的天顶装点甲五花十色。无论是大人囡仔，拢会当找到家己喜意的造型风吹。我住在新竹，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风筝。有哪一些风筝？有超人，然后老虎、乌龟，还有很多动物。觉得哪个最漂亮？觉得是章鱼。为什么？章鱼哪里漂亮？因为它有很多图案。那今年邀请到8个国家，超过20个队伍，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天空上都是那个风筝。那今年配合我们年底的新竹动物园的开幕，所以我们特别以动物为主题，大家可以看到有老虎、有梅花鹿、有熊，非常多彩多姿。今年的风吹节除了加入小朋友上喜意的超人鸟鹿顶超级英雄系列风吹之外，也有各国无共风情的风吹，拢伫天顶飞。在德国的部分也带来他们的当地很有特色的大青蛙哦。那同时在巴厘岛的部分呢，它也带来他们传统的那个龙的风筝。强风是新竹的特产之一，当年所举办的国际风吹节总是会当吸引超过1万人次参与。今年主办单位估计将会当突破纪录，达到12万人次，希望为在地带来更大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
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新闻最后，带观众朋友做伙去印度看真特别的金字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 M 案新闻，咱再会。